宜兰五家总位的沿海有袂少爬远的渔温啊，因为地势较低哦，伊还是袂当吞吐。也毋过，县政府拍算要来同意地主会当吞吐来开放，正做是一般的农业用地。也毋过，惊讲会造成饮水甲废土乌白片这个问题哦。县政府嘛按算讲明年会先来办理评估。 渔温无水，打起又搁拍远去，宜兰勇士渔业水体出现真侪拍远的渔温，尤其总为五家顶沿海，因为地势低，按照宜兰县农业用地契图改良办法，袂当吞吐，真侪渔温拍远超过30年，造成地方困扰，造成环境污染，内底创真侪蛇，个蠓虫啊真大堆，影响到村民的一些生活品质。 用五吉乡金匠村做地，是乡内废弃渔温上侪砖头，除了臭乌白发变甲真垃圾，佫会有蠓仔、虫、蛇来生拖，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公部门来协助了后，甲一寡拍远的渔温转型做莲花池，才暂时改善问题。风味在那边的时候，造成一些包括咱的排水系统啊堵塞啊，咱落大雨饮水，咱土地嘛无法度充分来利用。 有民代认为讲，即寡拍远的渔温，除了无法度搁再利用，多数是产地，因为无证照，地主也无度申请渔警的补助，造成地主权益受损。政府应该开放地势低的所在来吞吐，解决问题。 会做一个详尽的一个规划评估案之后那我们再订定相关的一个刻度改良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不过开放地势低渔温吞吐，敢会造成饮水？四边的排水系统敢会当配合？也有安怎避免废土入侵？这拢是问题。官府表示已经备预算，按照明年启动评估。 做土水的分析，和拍远渔温定义更较明确，吞吐相关的规定法制化，在兼顾环境甲安全的前提之下，开放吞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